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拜六就是双十国庆，是咧10月初10，代表讲十全十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全，这是文音，全就是所有规个全部意思，也就是拢总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个全嘛有完备无欠缺，像咱讲周全、齐全。另外，鼻音读作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十全，这就是10款汉药的药名，像咱讲十全大补汤。另外，十全嘛有完全、交全的意思，像讲高雄有十全路，若鼻音读作十全，同款嘛是圆满，也有完全的意思。第二个词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读作齐全，这个话嘛是同款是真完美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水无十全，歹无加能，咱人是无度十全十美，无可能逐项代志拢齐全，都爱看较开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全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作全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